若是烦恼有安全问题，继续来看到2年外前，桂林县县政府办台湾灯会，日虎尾水源路几落丛大樟树到树棵的灯会，结果活动一个散场了后，无甲树仔顶才铁链仔清掉，树仔即马愈生愈大丛，有一寡铁仔已经钻入去树棵，民众看到到地感觉足唔甘，替树仔来清明，嘛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赶紧甲铁链仔拆掉。 虎尾水源路树仔徛几排，但我经一看，有11丛树仔顶悬拢用白铁条甲电线，黄黄的角架实在是真歹看。电线嘛甜做伙，搁较含的是有的铁条已经插入去树仔内底，民众看到拢是真烦恼。若搁安尼落去，树仔可能就会死去。拢来咧请愿，希望会当将铁条摕掉。要用掉。 怎么说？ 因为这样子会影响树的发展。讲你熟的树会死啊，你唔该用掉。水源路因为我虎尾运动公园，民众常常会来遮休困散步，但若是看到遮的树仔拢干那下当海头，因为这个情形其实已经2年多。进前云林县政府举办台湾灯会，为着要带动灯会气氛，伫咧附近的灯区甲路段，拢伫咧树仔顶来设计灯光，互树仔看起来较光彩醒目。但是活动结束了后，主办单位嘛无完全来将树仔顶悬的铁条也是电火球啊、电线来拆掉，随着树仔来生长，铁条慢慢就插入去树仔内底。拆无掉，这部分哦，咱公所接到民众订正了后，咱今日随派人去将这铁线完全拢甲拆掉。好在在政府单位顶动起来，决定将铁条甲电线拢来摕掉，互树仔会当自由生长，附近的民众嘛免阁烦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